来看刑事局伫3天前接到证书，讲有新加坡的人防诈骗，可能是台湾人犯案。检警去年伫台中的西屯区一间透天厝查到机房甲10外嫌犯，佮查到一个姓吴的主嫌哦，发现讲因诈骗洗钱的金额有54亿。警方嘛伫现场查扣5300多万。专案小组在针对金流分析溯源第3层，于112年9月将吴姓金主逮捕到案，并查扣现金新台币近5000万及手机、电脑等涉案赃证物一批。初步统计，吴姓金主所经营之水房，于112年1月至9月期间，经手洗钱总金额达新台币54亿。警方出动掠人哦，伫机房掠到嫌犯，嘛伫去年9月掠到一个姓吴的主嫌，查扣5300多万的现金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诈骗集团是以假投资、假交朋友来诈骗，计共是有31个被害者。因甲诈骗的钱哦转到境外，用虚拟货币来洗钱，是抽6拍到8拍的可比上，计共哦是洗钱54亿外。检方最近侦结嘛已经甲嫌犯起诉了。